也因为东北季风变强，气温来降低哦。今仔透早苗栗公馆上寒，干那11度6，就要等到8日东北季风开始减弱，这个气温才会豆豆回升。另外，目前呢，菲律宾的海面有一个新的风台天气，天气无应该会扫去越南，对咱台湾无什么影响。受到东北季风变强影响，台湾各地有较凉冷。拜三早起，平地上低温伫苗栗公馆来到11.6度，是今年入秋了的上低温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三日是中部以北差不多是20到22度，咱那中南部地区是25到27度。暗时开始水汽会变多，北部、东北部和恒春可能会落短暂阵雨，南部和中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蓝山雨。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带来了一些水汽，所以可以看到降雨是逐步的在增多，尤其是在北部、宜兰还有东半部跟南部地区是比较容易出现雨量比较偏多，会有些短暂雨的状态。气象署讲，东北季风的影响会一直维持到拜五。拜四这方面的北部、东半部和南部会落短暂阵雨，因来拜五各地是侪云到好天。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温度会豆豆回升。也毋过早暗的温度变化也是真大，提醒民众就要注意。至于到了28号到29号清晨这一段时间，天气虽然转好了，但是东北季风持续影响，特别留意配合辐射冷却的效应，在清晨的时候温度都会比较低哦。我们预计在礼拜六的清晨，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。另外，拜日暗时伫菲律宾海面形成一粒新风台天琴。气象署表示，目前风台预测的路径会按南海对越南的方向去，敢若会互台湾带来一寡水汽，未造成直接的影响。记者魏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